今日旅米高嚟到西九龍一個商業加住宅元素嘅非常特別嘅小區，即係唔受冇租客咯。呢度英倫風設計，最緊要係交通方便，只需要步行2分鐘可以去到佐敦嘅港鐵站，坐車5分鐘直達西九龍高鐵站，又有會所，又有商業元素，根本上哇乜都齊晒，鄰近尖沙咀，成個小區得返最後1個單位。今日帶你睇特色單位。今次旅米高率先帶俾大家西九龍高樓一個頂層特色連天台雙平台單位。我哋首先望下呢度，呢度係一個餐廳嘅位置。哇，今日好溫暖，陽光好充沛。哇，呢個陽台唔細，3合1嘅露台設計。個地板你睇下，一個貴麗酒店式，呢啲唔容易揾㗎。我哋出嚟參觀下個景觀啦。哇，呢度有非常開闊，180度，由左邊我哋望到港島、灣仔，跟住之後，望到中環 IFC， 亦都望到我哋眼前 ICC， 甚至高鐵站最新樓上嘅寫字樓 IGC。再望過去望到昂船洲海景，哇！甚至望北望到獅子山喎。透過航拍機，我相信大家已經清楚感受到旅米高置身喺呢個單位嘅第2個戶外空間。好，哇！呢度向正北嘅朝向，亦都望到獅子山。因為我哋地勢夠高，所以由左至右，哇！西九龍、旺角，甚至九龍塘啊，甚至彩虹，哇！全部連嗰個清水灣嗰邊，我哋都望到非常舒服、非常高嘅地勢。考大家，剛才我話過，貴麗酒店式陽台㗎嘛，但係點解呢個又唔同嘅？旅米高小教室，頭先嗰個叫做陽台，呢個叫做平台。旅米高叫佢做觀星平台，點解啊？因為係冇頂㗎。咁陽台同平台有咩分別啊？話俾你聽，陽台係要用錢買，平台係送俾你嘅。帶女士參觀 kitchen 廚房啊！如果以1452尺呢個廚房，旅米高話你聽算大。OK， 首先 Miele 嘅洗衣乾衣機，呢度有工作台面、備餐區，一啲哇呢啲鏡紋呢啲面其實收納櫃好靚，亦都做到頂，利用佢嘅層高夠高。呢度有另一邊嘅 L 型工作台面，呢個採光窗向東，每朝早陽光絲絲浸入呢個廚房，分外醒神。雙洗手盤設計。不要忘記洗碗碟機愛妻號在這裏。另外，緊廚就當然有3件式 Miele 嘅煲仔飯、牛扒，甚至專業抽風機一應俱全。哇！全部都係收納量做大，好。哇！呢度其實如果係我太太，又會用盡每一寸空間，做晒好多層架。OK， 呢個係 Sub-Zero 嘅呢個大門，下面再抽屜式嘅雪櫃。點解唔係嗰啲雙門嘅？因為呢個廚房夠大啊！你咁樣幾多空間 ？OK， 同樣配備咗微波爐、咖啡機、Miele 嘅紅酒櫃。威廉艾馬仕包包嘅羅柏豪之地有勞力工作啦。我哋參觀第一個小房間。OK， 呢個空間雖然唔大，但係層高夠高，全落地玻璃採光好，可以做一個工作間、書房冇問題，全 easy。好，我哋參觀隔離，其餘嘅客房。其實客廳嘅部分已經有個客廁喺度㗎啦，但係呢度又有一個洗手間喺度嘅，而且比剛才嗰個客廁仲大咗。哇！呢個落地玻璃，呢個哇外面一個黃昏紫霞咁嘅非常仙境嘅感覺，咁樣去洗澡正喎。但係點解又多個廁所呢？因為係咁啊。其實佢係一個套房嘅設計，當夜晚冇賓客、冇人需要招待嘅時候，就可以鎖咗嗰道門，自己變成一個私人嘅套間啦。嚟到第3個房，呢個房間跟剛才嗰間差不多。如果你屋企成員唔係特別多嘅話呢，其實我會考慮將呢個嘅牆拆咗佢，呢度做到門，然後就擴大你主人房嘅空間。最後點睛之處，主臥
本身主臥就已經係大㗎啦。OK， 呢度哇睡眠空間呢度可以擺床 ，king size 大床，3邊落床，2旁床頭櫃，預留咗電掣位㗎啦。OK， 呢度 L 型全落地採光窗，呢邊向西，呢邊向南，嗰邊向東，3邊嘅朝向嘅景觀，因為夠高啊，所以3面嘅採光景觀盡收老闆你嘅眼簾。呢度可以做到頂嘅衣櫃、梳妝區。OK， 哇！呢度望到海景，嗰邊亦都望到啟德嘅跑道區。哇！其實每朝早叫醒你嘅唔係鬧鐘，而係由東邊而嚟嘅絲絲陽光。好，帶大家最後參觀埋套間嘅衛生間。OK， 呢度有鏡櫃，全部有層架收納量，已經幫你安排妥當。好，有淋浴間，亦都有浴缸。啊，最緊要有窗，名次設計非常貼心啊！最後帶大家參觀埋天台部分。OK，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大家睇下呢度，無論向北、向西、向南，全部盡收你眼簾，一覽無遺。呢個空間我覺得啱啱好。呢度可以擺梳化、擺燒烤爐，嗰邊亦都可以種花、做下瑜伽。啊，喺一個鬧市中心尖沙咀佐敦嘅一個特色單位，大家覺得又會值幾多錢呢？留言區222，土生土長，美良收官，女米高代替親自看房。我們下期見。